迄段大车饼，巴黎奥运7月26就要起稿啊！咱台湾代表队电竞、游泳甲网球选手，昨暝已经为桃园机场出发去巴黎，有大阵民众来相送，甲选手応援。行政院长杜英泰嘛去现场，祝福选手有好成绩。 民众大声加油，选手穿巴黎奥运台湾团服、游泳、电竞甲网球代表队，昨天暗时出发去巴黎，受民众热情欢迎。台湾最速男杨俊翰第2摆去奥运，毋但亲人来送机，以前的战友也特别到场祝福。心情还蛮开心的啦，因为其实有准备那么久，然后在最后一刻拿到奥运的门票，当然我也希望说这次出发，然后可以得到更好的成绩。 同款也是第2摆挑战奥运，也有台湾蝶王袁冠宏，个别又兼丰富，保持平常心，目标晋级决赛，搁写历史。在整个备战过程中，我觉得都是其实心里都没有受到太大影响，然后目前的备战的情况也都蛮顺利的。 2024巴黎奥运会伫7月26到8月11举行，台湾代表团伫射箭、电竞、步枪球、射击、游泳、乒乓、跆拳道等有16项运动赛事60项参赛资格。行政长杜英泰也特别到桃园机场送吉祥物台湾长尾山羊，象征团结甲美丽新手。能够在这次比赛中，让自己打出自己最好的成绩。 也为国家争取最高的荣誉，也向全世界展示台湾国力再一次的向前迈进。奥运国手往望伫运动最高殿堂自我突破，要拼奖牌为国争光。记者综合报道。